男人被盗墓贼击杀，但他既没有上天堂，也没有下地狱，反倒是来到了芝加哥的精神病院。此时马克已经分不清现实与虚幻了。正在做演讲报告的老头，竟是单位门口活体雕像的艺人。病人手里玩的魔方也是他平时熬夜的玩具。曾经骗他的黑人女警也变成了医院护工，平时对他尖酸刻薄的女上司变成了这里的精神病人。而他手里的东西也是博物馆售卖的商品，分发给每个人的甜品，曾经是他用来攻击人的武器。而大妈随便画出的图案，正是月神孔苏的卡通版。专门照顾他的护工，就是被木乃伊大卸8块的盗墓贼。妻子莱拉也变成了自己的病友。看到玻璃中的自己，他想起了史蒂文。作为精神病人，的确是要被拴在轮椅上，这也恰好对应着每天睡觉前他把自己拴起来的场景。更讽刺的是，精神病院的院长竟是枪杀他的哈罗。墙上挂着的小镇风景画，正是他第一次进入险境遇见哈罗的地方。就连哈罗随身用的鳄鱼拐杖，在这里也有对应的参照物。院长现在穿的凉鞋，也是到玻璃渣子的那双。办公室摆放的神像陶罐，也恰好能对应木乃伊装内脏的陶俑。这时院长还给他古墓奇兵的录像带，相当于想暗示他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根据电影幻想出来的。此刻马克真的认为自己有病，一切悲剧只不过是自己的南柯一梦。可院长的一段话却点醒了梦中人。I can't help you if you don't help yourself. 这句话正是哈罗枪杀他时说的话。他突然清醒，意识到这一切并不简单，马上逃出了办公室。蒙圈的马克在逃离时竟然救出了史蒂文，这是两人第一次同时出现。看到史蒂文，马克更坚信自己没有精神病。就在两人想办法逃跑时，另一个房间又出现一口棺椁，那应该是马克的第三人格。当时杀死文物贩子的就应该是他。此刻大门打开，一只穿着衣服的河马出现。河马老妹是古埃及孕妇和儿童的守护神，她拿出了生死簿，宣布他俩已经是死人了。这里是埃及的冥界杜阿特，马克觉得他也是骗子，便想推门跑路。 Oh my god! Oh my god! 看到诺亚方舟在沙漠上疾驰，而目的地是极乐世界的芦苇园，他俩才相信自己死了。还没等他俩反应过来，河马神就将手伸进了他们的胸膛，下一秒心脏就被无痛掏出。原来想要进入芦苇园，要把心脏放在正义的天平上称重，天平的另一面是真理的羽毛。如果路途结束前天平都不能平衡，那么他们将会接受亡灵的审判，永远的留在沙漠里。马克把史蒂文拉到一边，提议他俩弄死河马神算了，自己开船去芦苇园。结果却遭到史蒂文的反对。可此刻天平竟不停地摇晃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种情况就连河马神也没见过。查看后发现是心脏出现的问题，两个心脏似乎都不完整，而这艘船承载着他们所有的记忆。趁还有时间，他们必须袒露心声，互相修补不完整的彼此。这时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求救，史蒂文推门而入，却看到里面坐着许多尸体，而这些人都是马克做月光骑士期间惩治的罪人。史蒂文知道了这段记忆后，天平的晃动也比刚才变慢了许多，这也证明他们的方向是对的。一个小男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史蒂文追出去，马克却极力阻拦，仿佛是很可怕的回忆。结果马克却被史蒂文反锁在门外。在这里，史蒂文看到了自己的父母，甚至发现儿时的自己和他不认识的弟弟，而母亲很偏袒马克的弟弟。马克带着弟弟到树林去玩，两个倒霉孩子进入了山洞，暴雨倒灌淹死了弟弟。母亲将弟弟的死怪到马克的身上，神经也变得不正常。自那以后，母亲只要想起弟弟就会暴打马克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史蒂文的人格就会出现，而他的名字源于古墓奇兵的角色。其实史蒂文人格存在的意义，就是马克为了逃避难过的情绪。此刻天平再次缓慢，但依旧没有平衡。这时两人听到声音回到了甲板，原来恐惧正在人间蔓延，大量不平衡的灵魂被带入了冥界。两人知道这一定是哈罗在释放阿米特前的铺垫，所以他俩必须马上回到人间。很快大量亡灵就开始往船上爬，企图带走他们。一开始马克还可以招架，但由于数量越来越多，眼看马克就要被扔下船了。史蒂文想到自己就是马克，马克就是自己，于是鼓足勇气冲上去帮忙，结果反倒被亡灵拉到了船下，最终被瞬间石化。此刻天平竟也平衡了，难道剃掉多余的心脏就完整了吗？还是史蒂文下去了，马克痛苦的记忆也会消失？